台北市嘉义县东乡会新港联谊会最近邀请新港学校做伙翕出备电影，这演员导演拢是在地学生甲老师，内容是咧讲偏远乡镇的隔代教育、毒品甲霸凌等等的问题，希望引起社会重视。在这药啊，食落，你一世人都无有去。我无需要你可怜啊！学校的老师甲学生，大家看电影看甲足专心。这出备电影的导演嘛，伫新港的学校甲表演艺术的老师，伊讲，这个故事甲过去的经验甲成长的基地扣做伙，帮学生囡仔知影选择的重要性。其实跟我原本预定的有点不一样，所以我其实后来看的时候，我觉得太好了。结果我觉得迷途边缘的孩子更需要去拉回来，不一定是已经走歪的。台北市嘉义县东阳会新港联谊会表示，庄卡无都市有遐侪优惠，但是学生囡仔会拄到的问题其实拢同款，所以这出电影毋但是要互囡仔认捌，嘛爱请大人重视。希望借由这一部微电影，能够留给我们下一代，能够留给我们这个学生小朋友，他们有不同的省思跟正确的一个选择。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就是有遇到过毒品跟霸凌。在国中的时候，我们很常会有霸凌的问题，然后因为有这种问题，所以我知道说，其实被霸凌者的心理感受真的不太好。这出电影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开2档的时间才线戏。导演表示，一般这种电影拢是宣导的内容较侪，但是考虑到要互学生囡仔看，所以因颠倒加强剧情甲角色，希望学生看煞会家己去思考，什么是正确的选择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